Travel with Shireen 今次帶大家嚟到巴厘島，一齊嚟開箱 Wyndham Garden Kuta Beach。今次入住 Junior Suites，一齊嚟睇下啦。空間又大又舒服，而且床上面仲有特別嘅造型裝飾，提供瓶裝水、茶同埋咖啡，可以喺梳化區嗰邊慢慢嘆。穿過一個大嘅衣帽間呢，就係浴室啦。哇，仲有一個露台添啊！正正對住一個大海景。酒店呢就有2個泳池嘅，位置於2樓嘅呢就係 Sunset Swimming Pool 啦。顧名思義，可以喺呢邊欣賞夕陽。酒店提供自助早餐，選擇又多又好味，仲可以揀室外嘅位置享受添。而喺早餐嘅另一邊呢，就係酒店嘅大泳池啦。最正呢，可以喺呢邊享受陽光浴同埋游水嬉戲，真係非常解暑啊！而且呢，泳池水亦都非常乾淨啊。每晚亦都有唔同嘅活動可以參加，而且最重要位置非常方便，行過對面就係 Kuta Beach 啦，非常啱鍾意海灘同埋滑浪嘅朋友啊！